所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，受到圣婴现象影响，全世界真侪所在拢出现极端的高温。根据着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的数据显示，讲7月初三全球平均温度有17.01度，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上界高温的记录。就专家认为讲，接下来这5年，拢有可能会出现高温，而且会影响到人类和生物的生存。 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伫即礼拜一公布全球平均温度达到17.01度，打破2016年的纪录，创下有气象记录以来上高温。尽管南极洲即阵是冬天，乌克兰位伫阿根廷群岛的南极研究站又测到8.7度无正常高温，是历年来7个上高的纪录。 In the next month, from June to September, from July to September, we will have a surge of dryness area over Australia, the maritime continent, and also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South America. 最近全球各地不时传出真热的天气，受到热坎效应影响，美国西南部地区已经连续几礼拜都真高温。亚利桑那州红红城一度超过46度，德州南部达到48度，一直创下新的纪录。 地中海地区4月就提早开始热，北非的气温已经接近50度。亚洲地区中国继续承受35度真热的天气。那个伫印度北方邦，真侪民众未堪的45度这么高的温度，一直传出人热死的事件，病院内底有真侪着酸的患者。欧洲地区英国6月平均温度15.8度，是140年以来上高温。全国有72个区域打破纪录，伫去年超过40度的天气，顶个月每天上高温也来到32.2度。 The tropical Pacific Ocean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 El Niño condition. There will be 90% chance for El Niño to prevail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23. The next 5 years, we are likely to have one of the warmest years on record. 圣婴现象发生时，恰到当太平洋的海水也无正常升温，会造成无同所在发生可汗也是大雨。专家指出，气候变迁加重圣婴现象，将加严重影响人类甲生物的存活。讲是新闻，牛眼编译。